今年来到嘉义县要访问嘅系民进党提名嘅嘉义县长常宪营，也系现任嘅县长总法官。县长您好，您好，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总法官。县长，您是不是跟客家有渊源？其实我上次那个客委会主委来看我们那些三盖公楼，他说我们应该是渊源上都是因为我妈是溪口人嘛，溪口那里都是55%是客家人。我们嘉义县大概1万多个显性的客家人，那包含隐性大概有4万多人。虽然嘉义县的客家人口不是说太多，不过我们也有像中埔这边有嘉义县的客家文化会馆，溪口也有，那还有竹崎都有。其实都有，大家都慢慢想，比较增加了客家意识。那未来如果您连任县长，您觉得这些客家的馆舍，其实它就是一个聚会的重点。那未来您希望还可以怎么做，让他们更活化？我觉得要让隐性的客家子弟能够出来就学客家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美食、歌谣等等。嘉义县政府是从96年开始我们开始把客家语言放进去这个全县的语文比赛，这个是对我们客家的下一代一种鼓励，大家才会讲，不然到现在比较欧巴桑耳机上的部分会讲，到小朋友都不太会讲了，所以我们要赶快让这个客家的文化、语文、歌谣，让它赶快再复活起来所以我们要赶快再浇水施肥。其实很多乡亲都很重视农业这个部分。那以整个嘉义的发展，您接下来如果连任，您觉得你最主要的政见会是什么？嘉义县几乎1半的土地人口都在从事农业那换一句话讲，在20世纪，政府是大力在推动工商产业的时候，让台湾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有工商县市是站在我们农业县的肩膀上去一日千里的成长。然后我们农业县其实都是当养分输送给别人在原地踏步走。所以我们农业很辛苦在经营还好有客家的应景精神大家还是撑着把这块土地保护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未来的农业必须要面临21世纪是整个环境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大家都有看到现在整个气候变迁整个这一种食品安全的问题会是21世纪最重要的问题。那我在想，农业其实是我们的劣势，可是会变成只要我有眼光的话我的政策方向对的话，我们是有机会变成农业是一个20世纪说农业看天吃饭，现在21世纪我觉得大家都要看农业吃饭。所以对于农业政策呢，我有几个想法，譬如说我们不再以量去辛苦的耕种，而是说怎么让农2代、农3代进来，用新的一些知识技术，然后用网络行销、宅配甚至于呢，我们做品牌农业、精致农业。我想这样对我们这样农业县才有一个预先走2、3步，我们才会有活路活口。所以现在我们嘉义县政府正在规划食品安全大楼，那对嘉义县有一些比较旗舰的、主要的有竞争力的农林渔牧产品呢，我们都做一种检验，然后将来我们有自己的品牌，我们会给消费者一个认证，安心的认证，这个才是品牌农业的一个基础。你如果没有一个认证基础你就不会有品牌农业的推销。我们讲到这次选举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嘉义县是民进党可以说蛮完全执政的县市从县长到议员其实到基层都其实民进党的比例是很大的。那其实也很多人会说到说这次您的对手当然跟上一届主要对手是一样的。那比较大的变数可能就是您的官司的问题可能会是有变数的。那您怎么看您这一次的选情？我基本上我觉得这次选举呢，我是在挑战我自己。过去的
我今天是不是能够更进步哈，能带给嘉义更好的一个未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关心的。至于对手是谁哈，政党政治都会有对手哈。如果说一个公司的产品第一次卖不好，第二次又滞销卖不出去，第三次再出来，你如果没有做产品的改善，基本上它不会符合，它不了解消费者的心态哈。所以我觉得嘉义县这些年来，我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体检报告，我们的现况是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很清楚。我要在这边再讲官司的问题，其实我没有官司的问题，现在起诉我的是92年度大埔美香草药草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当立法委员，陈明文才是县长，所以陈明文以下到秘书长到处长到主办的都被请去检调单位问了那么久，到天亮，就是没有有职权，没有图利，也没有收贿啊，厂商也没问题啊，为什么去年突然把这个案子翻出来？以当时候我是立委的一个身份，怎么会用实质影响力这种字，没有法则的这个法学概论里面大家都很争议的东西啊，来硬把我起诉贪污啊？那当然现在一审已经判我无罪，这个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嘛，跟我不会有关系，因为立法委员没有职权嘛，所以我相信司法还我清白是合理的，我也不认为它会造成我任何的困扰啊。对手当然是希望能够用这个来讲这些是不是有这个司法的效应，我想一审已经很清楚，很快的就已经判决出来哈，所以我觉得整个起诉的过程大家也都看过，当时候456人哈，全国动员检调单位这么多哈，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啊。我觉得我的问题不出在我是彰化冠，我的问题是出在我是嘉义县长这4个字，所以我不认为这些会造成问题，那我很有自信，我反而是认为是说，怎么让嘉义在下一个世纪，在未来的4年里面，让嘉义走出一个新的一个时代，这才是我要做的。